镜头转来咱国内，咱台湾这几年是真接传出偷渡的案件。海巡警方分署4月27日伫咧新竹抓到一个人口买卖集团带头姓陈的人，伊捌包办几啊件偷渡的案件，人数有到100多人。包括2018年台东越南偷渡者渡水的这个案件，海巡怀疑讲今年3月底有外籍货船伫咧中国沿海去到集结这个偷渡的人，这个事件嘛是一触即发。专案已经移送高雄地检署，由检方来调查当中。海巡警方落车渐渐包围红色的铁厝，提枪海巡已经队员进入厝内，抓到人抓集团首脑。我都没有动，你怕啊？海巡警方分署高雄查缉队甲屏东新竹警方等单位，27透早伫新竹县新丰乡一间铁厝，抓到人抓集团陈姓首脑。因为偷渡案方通缉的陈姓嫌犯，规划过真侪件偷渡案，偷渡人数超过100人。有导致越南人士搭乘橡皮艇于海上翻覆落海死亡情形。目前同期中，专案小组为尽速追捕陈前到案，兵分多路连日跟监搜证，并于确定陈前动态后，动员大批警力于新竹县新丰乡一处铁皮屋强力攻坚，顺利缉捕到案。16个。2018年3月，海巡伫渔船船舱发现真侪越南偷渡客，另外阁有3个人想要对台东上花，却不幸毒死。这个案件就是陈姓嫌犯主导。今年3月底，一只客买龙旗集货轮伫中国沿海接15个越南偷渡客，海巡怀疑同款嘛是陈嫌策划。这个说完了吗？专案目前已经以违反出入国家移民法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，检方后续会厘清陈嫌所涉犯的案件。记者陈焕武、陈显坤，新竹高雄报道。